自往2024年1月初3，每日圣安宫读经，上帝听见咯。咱做伙来听读圣经，出埃及记第2章11到25节。后来，摩西大汉，伊出去伊的同胞以色列人遐，看到因伫做苦工，佮看到一个埃及人伫拍希伯来人。摩西看边仔拢无人，就拍死迄个埃及人，用刷甲伊砍地。隔日，摩西搁出去，看到2个希伯来人伫相拍，伊对迄个无理的讲：“你是安怎拍家己的同胞？”迄个人讲：“啥人派你做首领来审判阮？你按算要甲我拍死，亲像拍死迄个埃及人是无？”摩西行一条，想讲即个代志人一定知啦。埃及王听到即个代志，要杀摩西。摩西闪避埃及王，走去米甸住伫遐。有一日，摩西坐伫井边，米甸的祭司有7个查某囝，因来抢水，甲水槽倒甜，要互因老爸的羊群啉。有雇羊的来，甲因赶走，摩西就起来甲因解救，互因的羊群啉水。因转来因老爸也得落遐，因老爸讲：“今日恁哪会遐早就倒来？”因应讲：“有一个埃及人解救阮，甲遐个欺负阮的雇羊的赶走，甚至阁抢水互羊群啉。”老爸对伊的查某囝讲：“迄人伫倒位？你是安怎甲伊放伫遐？去请伊来做伙食饭。”摩西接受邀请，欢喜甲叶得罗做伙住。叶得罗将伊的查某囝西波拉嫁互摩西。西波拉生一个后生，摩西甲伊号名叫做吉顺，讲：“我寄居伫外邦。”几若年后，埃及王死，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讨开哀叫，因做苦工哀叫的声透到上帝遐。上帝听到因嗨惨的声，就想起伊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上帝看顾以色列人，嘛关心因。上帝听见啦。出埃及记第1章到第2章的叙述中，上帝好像无出现，毋过对2个事件通知，上帝一直拢伫地。第一，当埃及人若虐待以色列人，以色列人生养若济，人口分布若快。第二，女性诚做保护者，无论是产婆、摩西的老母、阿姊，也是埃及王的查某囝，拢挺身出来保护以色列的初生查某婴。第2章11节记载，摩西大汉以后，常常去探望希伯来同胞。使徒行传第7章22节，司提反陈述摩西接受埃及文化的熏陶，真有讲话甲办事的能力。读者对这通看见，摩西伫矛盾的身份认同中成长。虽然伊享有埃及宫廷的特权，却始终无袂记得伊是希伯来人的身份。有一遍，摩西看见一个埃及人杀死一个希伯来人，伊详细看，掠做无人注意，就下手杀死迄个埃及人，佮
湮灭证据。摩西出自义愤的行动，显出伊对同胞的关爱。不过，伊的行动并无得到同胞认同，反倒转引来埃及王的杀意，逼使伊不得不逃亡。出埃及记第2章11节，看见这动词出现2摆，原文有详细观看、好好仔想的意思，可见摩西因为所看见的内心激动，就采取行动。就算摩西后来受逼逃亡，也愿意出手保护弱者。这也予伊伫异乡受接纳，娶某生囝，成做饲羊的牧者。伫旷野，摩西少年的时所受的教育和训练，看起来袂输无彩工。毋过伊始终记得家己是啥人，这一点对220摩西为着伊的囝号名就通看出来。西波拉生一个后生，摩西甲伊号名叫做吉顺，讲：我寄居伫外邦。30提到，伫埃及王的迫害下面，以色列人因为做苦工，讨溃埃及。原文埃及的后面并无受词，有神学家认为，伫埃及寄居到第4代的以色列人已经无认捌祖先敬拜上帝，因为安尼因埃及的时无对象，只是因为受折磨痛苦伫埃及。毋过信实的上帝从来无袂记得伊的子民，伊40指出，上帝听到因嗨惨的声，就想起伊甲亚伯拉罕、以撒、雅各所立的约。1989年上映伫2023年重新搁再登上大银幕的《悲情城市》，是首部以228事件做背景的电影。剧中台词：咱本岛人上可怜，一个日本人，一个中国人，正人食，正人徛，无人疼，讲出真侪人的心声。历史中，伫政治和经济压迫甲重担下面，人总是自哀自怜、苦叹，总是上主拢听到。就算人无认捌伊，袂记得伊，遐个看起来敢若上帝无在场的地方，其实伊拢在。搁听见人的哀叫，上帝出手的时间往往超出人的想象，却是伫上适当的时阵，咱需要的是耐心听候。默想，我捌伫困苦中感觉上帝好像沉默无在场，是无？是甚物代志呢？我捌伫困苦中感觉上帝好像沉默并无在场，是无？是甚物代志呢？做伙来祈祷，亲爱的主，伫漫长的黑暗中，伫长年的沉默中，我相信你一直拢在。我相信你看若像沉默无在场，是有原因的。总是有限搁愚笨的我，往往袂明白。求你帮助我，互我明白，你一直拢踮伫我的身边，甲我同行。奉主的名求，阿们。愿上帝赐你身心灵拢勇健平安。